是嘞，我想我。老师，我看你真忝嘞，是要休困一下。袂啦，咱开始练啦。陈老师，我看你真正受过操劳啊，无等着咱休困一下，而且即马战争愈拍愈激烈，连中南部拢开始互爆炸。陈老师行遮实在是很够危险啊！你咧讲啥物啦？我哪会危险？既然拢组甲团啊，同我保重都好线去，开始练啦。咱开始练啦吼！有啦呢，开本廿八部身体用的，对吗？滴，先从哪回？等下做唔得事咯。老板咯。好吃饭点。不需要嘞，太干了事。要咱兄弟好上家中送嘅，我认识。用枪不用开始了。很快，没事。爸爸是。你是，开始。开始。来，没事。行李去了。唔过眼睛发烧呢，迄本是上课吗？不是啊，房间里边都没有的，你哪个不买石头？这是人道嘅，唔好乱说啦。系迄本是上课啦吼。
哎呀，运动是人多嘅，假使讲有嘢无用，在迄本先生讲就好咧啊。爽口咧。今日你不甲迄款人来吞唱歌，吼？下礼拜就会比赛咧，来总得唱歌。阿爸，阿妹讲根本因否决着办间水浴，还毋做着当总去示范。馒头林好了娘的，真囡仔莫想要好就无好咧。毋过阿爸，毋迄尾毋欢喜啊。唔会啦，你想要做马家就去做，阿爸唔会管你。不过，你一定要记得，要做一个有用的人，对吗？像阿爸安尼，像迄有用的人无？阿爸迄唔对，阿爸唱的有用无用，唔係一家讲嘅，我骗人来讲。阿爸是谈唔到咧，希望你有机会谈到。是有嘅。你不要做第二岁啊！根本按部也都有感觉，我啊，想要开车调的。你身体就安尼，听说会完成啊？也输曲的啊，迄个体育署动用心创作嘅客家歌曲，那迄客家嘅，终究就上来创作客家歌曲，然后总算有机会了解客家文化。这就係我創作嘅感覺。我運動啊，會好好把握呢隻機會。给你去好好下。
正確に完璧な歌い方で表現してください。ただ一音でも外してはいけないことわかりますか？はい。もう一回。